提摩太前书第5章，毋通责备老人，就亲像劝老爸安尼甲伊劝，就亲像劝兄弟安尼劝少年人，就亲像款待老母安尼款待老妇人人，就亲像款待姊妹安尼用完全纯洁的心款待少年的妇人人，就尊重真正无依偎的寡妇。寡妇有囝儿孙。这个囝儿孙就大声伫家己的家庭学习孝顺的本分，来报答因的是大人，因为这是上帝所欢喜的。真正无依无偎的寡妇，只有仰望上帝，每日继续恳求祈祷。毋顾车花的寡妇，虽然得活，其实是死。你着将这个甲因教示，因则袂受责备。若有人无照顾亲戚，特别是无照顾家己厝内的人，伊已经背叛信仰，比无信的人搁较害。寡妇着超过60岁才通登记，伊着只有结婚一遍，着有做好事的证据，亲像养育囝儿、接待出外人、甲信徒洗骹、帮赞拄着患难的人，专心做逐项好事。毋过少年的寡妇毋通甲因登记。因为因情欲一个冲动离开基督，就想要嫁，违背当初所下的愿，抵到家己厝做，搁因学评断，一家嫁一家洗透透。毋若评断，嘛爱讲人的是非，爱插婴仔事，讲毋应该讲的话。所以我爱少年的寡妇搁嫁，生囝，料理家己的家庭，才袂互对着有机会通讲咱的歹话。因为有一寡寡妇已经离开去缀撒旦，信主的妇人人厝内若有寡妇，就家己甲因照顾，毋通将这个担撒互教会，教会才会当照顾遐真正无依偎的寡妇。熬治理教会的长老应该得到加倍的报酬，特别尽力伫讲道甲教示的，搁较着安尼。因为圣经讲，得拖招无的牛。毋通甲伊挂牛喙篮。佮讲，工人应该得到工钱。控告长老的案件，若毋是有2个，也是3个证人，毋通受理。继续犯罪的人，就伫证人的面前甲因谴责，互其他的人得到警戒。我伫上帝、基督耶稣甲受选的天使的面前命令你，着遵守这个指示。毋通有成见，无论做甚物都毋通偏心，毋通随便甲人行按手礼，毋通参与别人的罪，着保守家己纯洁。因为你的胃无好，常常破病，毋通加担啉水，嘛着啉淡薄酒。有一寡人的罪真明显，还未审判就真清楚。有的人的罪后来才显露，亲像安尼，好行为嘛真明显。无明显的，嘛看袂调。